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6月8日至2026年6月12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恒生指數喺本月出現明顯技術性轉弱，由於指數一度跌穿早期低位25,174點，並進一步回落到24,928點水平，整體形態已經由之前高位震盪，轉為先高後低嘅下行格局。短期內，市場缺乏向上動力，預期會繼續維持偏軟走勢。恒指已經跌穿26,000點呢個重要心理關口，下一步有可能測試更低支持位，投資者要提高警覺，謹慎應對短期波動風險。受美股高位調整拖累，港股亦都難以獨善其身。美國市場方面，芯片同半導體板塊大幅回落，利率上升導致投資者獲利回吐，科網股持續受壓，港股科技指數同樣跟隨反覆向下沉底，缺乏明顯反彈動力。加上地緣政治風險持續緊張，晶片產業出現唔同程度調整，整體外圍環境對港股構成明顯壓力。大市受呢啲因素影響，短期整固壓力沉重，投資者宜小心科網板塊進一步下行嘅風險。港股本身缺乏實質利好支持，監管相關嘅不利氣氛持續蔓延，加上美股新股上市，可能抽走市場資金，進一步加劇調整壓力。上星期恒指雖然喺25,000點附近一度獲得支持，但整體回吐態勢明顯，缺乏向上突破動力。本星期預期會延續下行趨勢，以接近全星期低位收市，形成較為負面嘅技術形態。市場氣氛審慎，投資者對短期方向仍然持保守態度。儘管目前走勢偏弱，但人民幣匯率創高有利中資資產，港股喺調整充分之後，存在反彈機會。中國證監會整治跨境投資所帶來嘅不利氣氛，或者可以逐步緩解部分壓力。下星期恒指有機會出現先跌後反彈嘅走勢，25,000點至24,000點區間將會係重要觀察區域。不過整體而言，投資者仍然要高度注意風險管理，喺市場見底信號未完全確認之前，宜保持謹慎，避免追高或者過度暴露喺高波動板塊。